都没人儿了，下雨了，还有几分钟，7分钟，还几分钟，他晓得，别喊了他的表情了，他把顶到的。又被跑走了，抱歉热和。说到准备撤了，下雨了就回家去直播去。汤下去。哎，你在直播啊？来的比较晚啊。对。忙才好噻，忙着挣钱的时候。下雨了。哎，对对。好久没来了。好久我都调整了，刚刚调了哈。哎呀，都是认识。加。哎，我搞忘还是问一下他吧，是不是叫石泉鹤？德国的嘛，应该是。扎去了，踢别人屁股了。哎，少了一个哦。巴龙姆走了，你有上班去了吗？没有吧？后面那个